咪特登帶十字架去睇套戲啊？梗係啊，睇嗰個預告知咩嚟啊？好唔好睇？覺得好睇啊！好睇。好睇。OK， 如果俾你原諒佢啊，你係爸爸或者媽媽？正常嚟講唔會原諒嘅。你咧？我覺得好睇啊！嚇？我覺得好睇，但係原唔原諒我應該唔會原諒咯。我唔會原諒啊，一世都唔會。點解佢會喺度㗎？呢度教會嚟嘅，人人都嚟得。我問你點解佢會喺度啊？你得問耶穌，我嘅弟兄得罪我寬恕佢7次可以嗎？耶穌回答佢話：唔係7次，係70個7次。你犯咗咩事去坐監啊？我是在罪孽裏生的，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從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呢個可能係神嘅意思。你咪黐線㗎！佢強姦咗我哋個女啊！你咪想我死先要原諒我啊？我係想你死，但係唔係就咁死。好啦，而家咧我哋就準備出發咧，去 Stockport 嗰度咧睇一部香港電影啊！呢部香港電影咧就叫做《不赦之罪》。喂，嗱，今日咧就有阿女同埋我同埋阿仔一齊去睇呢套戲嘅。我想問你哋知唔知道故仔講咩㗎？林卓林都唔知啊！有一對由黃秋生同埋蘇玉華飾演嘅夫妻，咁啊佢哋當年咧有個女咧就係因為遭到性侵而到最後選擇輕生嘅一個故事。咁其實咧阿黃秋生佢係一個牧師嚟㗎，神職人員。咁點不知咧喺多年之後咧呢一個性侵佢個女嗰個人咧就放監，跟住就去咗個教會嗰度咧就信咗教同埋尋求寬恕。點不知佢尋求寬恕嘅時候咧就面對住佢間接甚至乎直接令到佢個女死亡嘅一個牧師。OK， 咁究竟呢個牧師可唔可以寬恕佢咧？同埋會唔會幫佢咧？同埋如果真係要幫佢嘅話，佢嘅太太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影響住夫妻之間嘅感情咧？哇！呢個故仔真係今日嘅天氣咧，直頭好啱睇呢套戲嘅心情，好壓抑啊！ Featuring a powerful, restrained performance by Anthony to complete our audience survey. Your feedback helps us continue bringing Hong Kong and Asia films to audience across the. 我想問下點解你會嚟睇呢個不赦之罪？因為我覺得好難得喺英國可以睇到黃秋生嘅戲啦，因為即係大家知道佢係一個好戲之人嚟㗎嘛，影帝級喎，咁嚟到英國上畫咁一定要支持啦。OK， 咁你係因為呢套戲嘅故事啊，定係香港電影啊，定係個卡士吸引到你嚟睇到戲？所有都係一個原因嚟嘅，係啊係啊。支持香港電影嘅最緊梗係要支持啦，係啊。係嘛？我想問下點解你會嚟睇呢個不赦之罪嘅？首先就係想支持下香港電影啦，好耐又冇香港電影上，所以一知道有咪嚟支持咯。係，咁你係因為除咗支持香港電影之外，你係因為個卡士啊，定係個古仔亦都吸引你咧？其實古仔都好特別嘅，因為喺現實社會，如果我自己諗，真係有個人咁樣去即係害你屋企人，但係你又要即係自己嘅專業就係又要幫佢。咁啊好兩難，我就睇下套戲裡面究竟佢點樣去做咯。咩吸引你嚟睇咧？我諗係故事內容咯，同埋導演兩個導演都係基督教家庭長大嘅，其中一個導演佢爸爸都係個牧師，咁佢構思到呢個古仔，我諗佢喺佢生命裏邊都有呢個問題，所以就帶出個電影俾大家去諗咯。
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你寬恕人嘅同時，你要寬恕一個間接或直接害死自己屋企人嘅人，係嘛？如果俾你得唔得？真係好難咯，我覺得，因為真係一個可唔可以叫做切膚之痛咧？因為自己個女嘅死係因為呢個人喎。咁但係因為你嗰個角色啦，即係呢個神父係咪？咁即係佢係需要係寬恕別人嘅錯誤噶嘛？即係你知神係成日都要係 encourage 啲人係要大愛啦，寬恕別人。咁我呢個真係好矛盾咯，呢個位。但係如果真係俾我嘅話，可能口講係寬恕，但係個心永遠都會嗰條刺係永遠都唔會走得到咯，嗰條刺。如果即係你屋企人因為呢一個人間接或者直接而害咗佢嘅，咁你會唔會幫佢？你會寬恕佢咧？其實嗱，因為佢係神職人員啊嘛，佢應該好專業嘅。如果喺嗰個身份呢，就幫。但係如果一個普通嘅家庭，未必。但係咧，調翻轉頭諗呢，我一路睇一路諗呢，係咪其實放過去，即係都等於放過，令到我哋自己都有個重生出翻嚟唞氣嗰個位呢，令到自己係咪不如都跳咗出嚟啦？即係雖然已經過咗去，佢亦都受咗法律制裁啊嘛，翻嚟去求寬恕，即係佢都後悔啊嘛。我想問下，如果發生喺你身上，屋企有人因為呢一個人而死，但係你又要寬恕佢？俾你做唔做到？我諗其實係關乎一種仇恨同埋寬恕嘅一個掙扎咯。咁嗱，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自己都係基督徒。咁嗱，如果嗰個人真係好大徹大悟，真係真正悔改嘅時候，你即係我哋自己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罪啦。耶穌都為我哋死啊！咁喺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因為我哋死啦，咁我哋有咩資格唔去寬恕人呢？係咪？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掙扎喺裏邊咯。大家一定要支持香港電影，支持不赦之罪。請支持香港電影，支持不赦之罪。請支持香港電影，請支持不赦之罪。記住支持香港電影，支持不赦之罪。